继续来到中华，小连续落大雨，结果包括着养殖的甲野生放养的这个蛤蟆，用要总死了了。因为这个雨水落伤多，海水变热，养殖池这个海水也就是咸水甲正水的比例乱去了，蛤蟆嘛换袂落去。过去这个野生放养的蛤蟆会当采收45000公斤，即卖剩500公斤。去年一台斤是卖100块，今年一台斤是起到140块。养殖户讲，这个雨若是阁继续来落，那呢今年中秋节烘肉真有可能有钱嘛食袂到蛤蟆咯。无用咧采收蛤蟆，不过手动来遮两大人煞拢倒掉。唔敢甲我多。这蛤蟆拢是死的。雨水伤多，咱这就歹饲养。中华雨水，或者饲养的水池内面的海水甲正水比例拢乱去，蛤蟆会当讲拢死了了。三甲大的这养殖池，过去一届会当采收4-5万公斤，即马只剩1万公斤。放弃野生的阁愈惨，雨水后这海水变落嘛袂活。过去有4-5万公斤的量，即马只剩500。根本就比如讲落50就了50安尼啊，也咩拢无咯，无分钱啊，连工钱嘛无，你看工钱佫倒贴。两少市场价就变贵啊！去年一台斤是卖100块，今年一台斤起到140。贵没关系啊，就买比较少。中秋节烘肉一定要有这味啊！中秋节民众烘肉上爱烘这蛤蟆，因为大雨的关系，产量是少啊可怜。摊贩嘛估计，愈接近中秋，继续会愈贵，甚至有可能有钱嘛，不一定买得到。